婆，谁让你仗势欺人、为虎作伥的？你别走，走啦！小师妹，怎么样？叶哥哥，你这也太像了吧！不光这个长得像，举手投足、声音、样子，所有都太像了。怪不得武师傅老说你是他最得意的学生。那是，小师妹，咱们只要拖2个时辰，我想大师兄他们就该出城了。到时候咱们再溜之大吉。知府大人，吃的可好？可还要添菜？不用了，别再过来打扰我们了。是，奴才明白，这春宵一刻值千金。哇，哦，这面具戴着太难受了。叶哥哥，咱俩一块吃点吧，要不然这么多菜白白浪费了。你吃吧，我看着你吃就好了。小师妹，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副打扮呢，真漂亮。这件衣服啊，我穿上都别扭死了，多难看呀！你还觉得好看？可是只有一件，不穿也不行。哎，我刚刚穿了孙福换下来的衣服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穿我的吧。那哪行啊？咱们只有2个时辰，就得穿上这身打扮出去。你得扮成孙福，大摇大摆的带我出去呢。再换了衣服，咱们怎么出去啊？哎，你放心，一会儿呢，不管发生什么意外情况，我都一定会保你安全的。叶哥哥，你对我真好。从小到大，无论我做错什么，师傅骂我，哪怕猪哥哥也会对我凶，可是你永远都是向着我的。真的啊？哎，那你觉得我跟大师兄，你更喜欢哪个？这个嘛，我倒从来没想过。猪哥哥虽然对我很凶，但是我知道他很多时候也是为了我好的。在我心里，你们2个都是我哥哥，没有区别的。哦，哎呀，能在你心里跟大师兄一样的地位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。叶哥哥，你能不能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呀？我什么眼神啊？我感觉你的眼神有一点点伤感，这样看着我特别不自在。小师妹，你还能看出我眼神有些伤感，我很知足了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晚上咱俩的谈话，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啊，尤其不能跟大师兄说。为什么呀？从小到大，咱们5个不都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吗？哎呦，我的好欢妹啊，你还真是一个情窦未开的小姑娘啊！在大师兄眼里呢，你是他未婚妻；在明之谷所有人眼里，你是大明未来的太子妃。所以，我刚刚其实对你说的那番话，已经是大逆不道了。所以，这只能是你我之间的小秘密，千万不能告诉别人，知道了吗？叶哥哥，既然你也觉得说那些话不好，那以后你就别说了，因为我听了也挺不自在的。好，以前我没说过，以后我也不会再说，行了吧？哎呦，知府大人，你不能这样啊！哎呦，不能搬呀！快搬！所有值钱的全部搬上去。搬上去。知府大人，您是昨天晚上喝了酒还没醒吧？你这把我春风院的财产都充了公了呀！你们拐卖良家妇女，逼良为娼，没有拿你问罪，本官已经是网开一面了。知府大人，您不会忘了我这春风院幕后的老板是谁？少拿幕后老板来吓唬本官，本官还就不信了，还有胆敢置大清律法于不顾的。知府大人，
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当然了，知府大人之前是为了查清案情才在你身边周旋，如今有了我这个证人，留着你没什么用了。你，就是你！我说，你给大人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让他一晚上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没错，就是本姑娘。怎么了？好啊，你挺有本事的，你就这一晚上就把知府大人迷得服服帖帖的。大人，院中所有财物都已经搬上了马车。好，出发。大人，你别走啊！大人，你这个老巫婆，谁让你仗势欺人、为虎作伥的？你别走！走啦，老巫婆，走喽！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，你别杀了！这下可好了，我们把春风院的衣服和首饰全都洗劫一空，这要发给明珠谷的姐妹们，她们看了一定开心死了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东西呢。哪位小师妹在执行任务中，还会想着谷中的姐妹们？这个簪子最漂亮了，我要把它送给樊姐姐。回谷以后啊，我要再看看有没有好看的衣服，都要留给樊姐姐。小师妹，记得你小时候，什么东西都会跟雪师姐抢，反而不跟樊师姐争，什么东西都留给樊师姐。现在长大了，还是想着樊师姐。哎，其实在我心里呢，你们诸位师兄跟师姐的位置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小的时候樊姐姐因为我毁了容，所以让她变得很没有自信，很自卑。我心里一直觉得很愧疚，我就想着呀，等到京城以后呢，我一定帮她找到冰肌雪肤养颜膏，治好她脸上的伤，帮她恢复容貌跟自信。小师妹，虽然大师兄和师傅们总是在批评你，可是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美的、最善良的。后面那几条狗怎么办啊？没事，我们已经出城了，等到僻静的地方，我就要把他们打发了。那你自己行吗？不用管我，在你心里，只有大师兄武功高强吧？哎，不是的，叶哥哥，我是怕万一打起来，我不是帮不上忙吗？不用你帮忙，保护好你自己就行。停车！为何停车？大人，您究竟是要去哪里？这里离袁州都已经有5里多路了。我是要到郊外找一处庄园，好安顿我的美人啊，顺着这条路走就是了。可是大人，您今天的所有举动有所反常啊！您明知道春风院的后台老板是中堂大人，居然还将院中的财物全部扣押起来。眼下这荒山野岭啊，真是越走越偏僻啊！放肆！本官行事用得着你对我指手画脚的吗？卑职不敢。不过昨日有一帮身份不明的人冒充大人，卑职心下有所疑虑。不知现在的大人是不是也是被人冒充的？难不成你在怀疑本官的真假？卑职敢问大人，卑职的小名叫什么？当然是叫旺财了。你一见到本官只知道摇尾巴，不是挑狗还能是什么？小师妹，你先走。
是不是太不仗义了？不能丢下叶哥哥一个人走呀。马儿，咱们现在回去救叶哥哥好不好？走，走啊！走不走？再不走我打你了啊！嘿，这个马怎么软硬不吃，跟我这么像啊？你逼我的啊！走吧你！驾！站住！再上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他！把他们带回衙门，再逼问大人的下落。欢妹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，还好只是皮外伤。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把自己置于险地不说，还连累了叶师弟。大师兄，你就别怪小师妹了，她你是担心我，才会去而复返的。你呀，自己几斤几两都不知道，以后遇到这种事情，你自己先撤，别留下来给大家添乱，否则就不是讲义气，而是愚蠢啊！樊姐姐，你看，好看吗？我特意给你选的，春风院最好看的簪子，我还给你选了好几件漂亮衣服呢，到时候都给你。再漂亮的钗子，给了我也是浪费，还是把它留给雪姐姐吧。我看她和这个钗子最配。樊姐姐，你别这样说呀，你这样说我心里特别难受。你不用难过的，我的脸和你无关。师弟，你这脉象好像是受了很重的内伤，难怪你连孙府的几个卫士都收拾不了。我这次来元州之前，有一天晚上练功，不小心走火入魔了啊！幸亏雪师姐及时发现，出手相救，我才躲过一劫。不过，还是受了点伤。我是怕大家担心，所以让雪师姐不要告诉你们。只有练功时心神不宁，才会气血乱行。叶师弟，你不会有什么心事瞒着我们吧？没有啊，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我以后注意就是了。叶师弟，你刚才不顾自己的性命安危救下一欢，我很感动。谢谢你这么照顾我的未婚妻，你未来的嫂子。客气了。